跟住咧 Step 2咧，我就係用呢隻 Medicube 嘅微針安瓶啦。咁佢分兩個類別嘅，有2000個 ppm 啦，同埋有7500個 ppm。咁咧新手又或者之前都冇乜話做過呢啲用過呢啲咁樣嘅毛孔護理產品咧，咁我就先會建議去用2000個 ppm 先嘅。咁如果用咗大概1個星期到啦，咁皮膚又適應咗啦，咁就可以隔住咁樣去用咯。咁咧其實咧最主要咧，佢呢一個有咩特別之處咧？佢係裏邊一個微針成分咧有 exosome 嘅，即係叫做外泌體啦。咁外泌體係啲乜嘢嘢咧？就係一個一個成分咧，係對於毛孔係非常有功效嘅。基本上你用咗1日咧，其實佢哋研究報告咧係話可以將個毛孔嗰個收細程度咧係有21% 嘅收細度。咁所以咧係非常有功效。我自己都用咗1個月咧，你睇下我啲咩毛孔咧，其實真係收到細。不過佢有一樣嘢咧，就佢會有少少刺激感。咁所以咧你用嘅時候咧，佢會覺得有啲吉吉地咯，但係你唔需要驚，唔需要擔心咯。咁係正常嘅。我就噴2下咯。你噴1下咧，其實個份量都好夠。咁我就你用嘅時候咧，就拍打佢。其實拍打佢咧就係令到嗰個微針咧，好似直接插入你嗰啲皮膚。當然佢唔係針嚟㗎，佢係一個好細嘅一個成分嚟嘅。咁佢唔係一支針啦，所以大家唔需要驚咯。咁你就拍打佢啦，令到感覺就好似將啲微針依附喺微針上面嘅 exosome 咧，就插入你個皮膚咯，好似叫做咁好似打開緊你個皮膚個通道咁樣樣咯。咁除咗 exosome 嘅成分咧，係會令到你個毛孔收細21% 之外啦，咁同埋咧佢係會改善到你嘅膚質嘅。咁點解會話改善到你嘅膚質咧？因為咧你用完 exosome 之後，你再用其他護膚產品咧，咁佢嘅功效咧係可以咧加大咗242% 嘅。咁所以咧可以令到咧你其他嘅護膚品咧個營養成分咧係極大化咯。基本上拍打完咧，你會覺得好乾爽嘅，冇話特別好油淋淋啊嗰種感覺啦。咁大概咧，我諗1個星期到啦，咁你就可以改用7500啦。咁但係7500都唔需要日日用嘅。咁你可能第2個禮拜你會話2日用2000，1日用7500咁樣咯。咁如果你個皮膚又適應得到啦，咁就第3個星期就梅花間竹咁樣用，咁就2000跟住7500、2000、7500咁樣去用咯。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呢一支咧，你係2000同埋7500你都需要買嘅。我諗一支，因為我呢支已經用咗1個月啦，我覺得我都未用完啦。咁所以我覺得我一支嚟講，我諗可以用到個半月左右咯。咁所以咧一支可能200零蚊，但係你可以用到咁耐時間咧，其實真係性價比高，同埋都唔係好貴，都係200零蚊咁樣咯。咁就建議翻咧7500同埋2000都一齊用。咁我覺得係好適合晚間咁樣使用嘅。係啦，咁咧呢個就係 Step 2啦。咁我一陣介紹埋 Step 3俾大家嘅。